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的逢甲甲东海大学有8通的学生集体去互诈骗，上主要是鼓吹学生投资着手机甲电脑，讲只要签5万到10万块的无卡分期的契约，来买手机甲电脑，后续唔免搁来纳分期的费用，搁会当摕到5000块的 commission， 而且甲买到的手机甲电脑，搁转卖了后，搁会当分到钱。等学生签落了后，唔拿手机甲电脑摕无，搁互融资公司推脱债务，这个时阵才知影就掉了。几闹几个学生伫咧学校内底行叮当，这是台中逢甲大学。学校内底标出真侪位学生被诈骗，受害对象佮分发到东海大学。有学生伫咧社群铺文，讲家己经过朋友的绍介，去手机行办理无卡分期，买智慧型手机煞互诈骗。若诈骗的手法经过了解，是一个查甫人讲签5万到10万无卡分期契约，买手机平板含笔记电脑，煞无需要负责分期费用，可以当摕到5000块 commission， 而且买到商品转卖了后，可以当分到利润。照这个方法来拐骗要成百位学生签约，不过学生签约煞敢若摕到5000。就尾阁收到分期公司催纳钱的通知，手机平板无摕到，则发觉防诈骗。他帮学生贷这几款，他并没有把等值的商品交付给学生。如果他真的有交给我儿子一台 Apple 笔电，这个就不叫诈骗了。来到办理无卡分期的通信行，店家铁门拖落来无做生意，嘛伫咧门口打广告，强调捌提供分期小价费用，嘛将来无协助，或者是答应交分期费用。里面会有一个类似，就是会类似一个就是领导，对领导就是这群人里面说你要怎么做这样，一天大概就是很多呢，就是3到4团吧。逢甲大学学校回省已经收到81位学生防诈骗的消息，嘛继续加强学校内底诈骗的安全宣导。一般来讲的话，都是透过就是认识的学长学弟啊，或者是同学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造成，就是说我们也逐一在清查，到底还有多少是还没有浮出台面。警察讲收到学生报案，即卖经掌握嫌犯的身份，伊嘛继续调查，有偌济学生受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